有些事错过了就错过了，有些人错过了还不愿错过。贾斯，你人呢？怎么没在操场看到你？你该不会跑网吧刷夜了吧？别的时候都没见你这么聪明。你疯了？有余震怎么办？我又不睡，余震就跑出来了呗。你快睡吧。你等着啊！你看我不告诉你妈。你告诉我妈，我就告诉你爸赵凡舟回来的事。默默把牵挂转变成有我那你说我和赵泛舟，我该怎么办？由我一直来守护这份决定，多么清楚，不想做旁观者，见证曲折。打游戏去了。你朋友的谜语驻足，化解所有的倾吐。你的声音我最清楚，如果你决定了，答应我要幸福。希望你从此幸福，由我一直来守护这份决定，多么清楚，不想做旁观者，见证曲折。你朋友的谜语驻足，化解所有的倾吐。你的声音我最清楚，如果你决定了，答应我要幸福。烦死了！你当我情感热线啊？问什么问？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了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走，快走！